作為 ViuTV 新任職員工，冇理由做團中唔玩 game show 啩？咁我哋去邊度玩啊？玩啲咩同埋點樣玩？一於去呢度啦！學生會。Sport， 我哋 dance 翻個 beat，好冇？好！學校內個 Sport 要上巔峰，我哋做事肯定唔會鬆，腳踏實地向上爬，校園地盤我哋打，要少要多，分力要好，戰術復款，仲未夠後，向上爬，拎大錢，向上爬，拎大錢 ，Sport。波中出了2個叛徒。我哋上去揾咗主任先啦。好，Go， 順便揾埋嘢飲。主任，今日你哋學生會內閣 Sport 將會經歷一連串嘅審批考驗，證明你哋有秉承到德智體群美，從而賺取起動資金，總值港幣1萬蚊。哇！想唔想要啊？想。開始遊戲之前熱一熱身先，喺限時20分鐘裡面，你哋接200隻紙飛機，接得少就蝕啦，因為越接得多，喺之後嘅遊戲就越着數。OK， 3、2、1 ，Sport Union！ 接紙飛機環節開始。但係我記得好似係要正方形嗰啲先飛得最遠嘅喎。對接之後咧？對接之後好似係唔知咬一下咯。嚇？點會唔識接紙飛機㗎？你係咪內鬼啊？內鬼啊！紙飛機都唔識接。佢係要數量定係要性能㗎？性能喎，要兼顧喎。你出道要顏值定係實力啊？誒，梗係兩樣都兼顧啦。冇問題。喂，內鬼唔好突然間掉咗內鬼喎。喂，好難接啊！嗱，已經開始咗3分鐘啦，有位同學係0隻啊！喂，其實啲紙寫嗰啲球類活動係想點啊？應該一陣出去打㗎。團隊啦都話。嚇唔係啊，有分你同我個飛。冇分㗎，我驚你唔夠位擺啊！內鬼。好，夠鐘。知唔知攞嚟做咩？唔知係正常嘅，因為啱啱只係熱身啫。跟住落嚟就係嚟到重頭戲，接飛機。接完啦。係接飛機。好，去操場。接飛機。行啦 ，Onion， 我哋 Onion。頭先你哋接嘅飛機咧，係代表住唔同嘅投球嘅球類嘅，分別就係籃球、網球同埋乒乓波。時間關係 ，Sport 已經自行分咗組，牛牛、Alvin 同埋 Dave 負責喺下面用抽籤抽到嘅工具去接飛機，而剩餘4位就會喺第2層放飛機啦。第2位挑戰係牛牛用燒烤夾嘅，呢個放得好啊！抽中燒烤夾咧，我嗰陣時係諗緊係咪玩嘢嘅，冇可能夾到啊！所以咧，我已經偷偷地將燒機咧收埋咗喺個肚嗰個位嘅。佢崩潰啊！我覺得後尾其實都算掌握到竅門，同埋隊友都有配合嘅，隊友係慢慢放落嚟俾我夾嘅。哇！喂，梗係穩陣射啦！射籃球梗係交俾啲專業㗎啦，牛牛係區隊 ，Alvin 同埋 Dave 都係校隊嚟㗎嘛，交俾佢哋去射嘅話，我就覺得係最好。每射失每一球，代表嘅金額會直接落入內鬼基金裡面。嚇？咁咪入去錢咯！下一個挑戰者係牛牛，佢有3個籃球、6個網球同埋6個乒乓波，重金喺你度喎。至少有2個乒乓波，你入2個就億1000蚊啦。冇錯。咪加油！喂，有哦！牛牛嘅瞄準方法係擘大口喎，係要咁周我嘅。300蚊一個啊！哇！好認真喎呢位師傅。第2球，等下先，呢球唔計，呢球唔計，呢球唔計。計咗啦，冇啦唔計啦，計咗啦。
OK， 唔計，冇入嗰啲唔計噶嘛。你擘大個口就入噶啦。你合埋咗啦個口。對路啊！入啊！再大啲。最後6個乒乓波就完啦，500蚊一個啊！哇，3000蚊喺你手啊！記住擘大口。誒，高少少。哎呀！喂，其實有 feel 喎。喂！哎呀！哇！基本嘢，有 feel。係佢啦，feel 到啦係嘛？綜藝之神，入，至少有2個乒乓波，入。哎呀！綜藝之神，係咁上下已經有 feel， 加油！牛牛呢個成績係咪你嘅預期啊？我覺得乒乓波嗰度可以再進步多少少，但係其他我覺得算係咁啦，我覺得。但係牛牛三都有2喎。咁佢勁啲咯，打波。好啦，好嬲啊佢。Dave 都幾肯定係㗎啦，其實 Dave 係唔使諗嘅，一定係投佢。因為咧佢嗰種狀態係。成績公佈 ，Alvin 入咗5個籃球，為內閣金額增加1000蚊港幣。跟住係牛牛射入咗2個籃球、1個網球、1個乒乓波，總共賺得1200蚊。壓軸嘅 Dave 入咗1球籃球，得到200蚊。換言之，你哋為內閣所增進嘅金額係2400蚊。由於頭先你哋每一球嘅射失，個金額會直接入落去內鬼嘅錢箱嗰度。恭喜晒你啊！3個加埋，因為射失而產生嘅金額高達10500蚊。哇！而呢10500蚊會直接入落內鬼基金嘅錢箱嗰度。你個人再扮啦，你再扮啦！恭喜晒你！喂，恭喜晒！請食飯啊，陣間好嘛10500。嗱，大家都記得啦。我哋一開始講咗，今日我哋本身嘅內閣金額係準備咗1萬蚊嘅啫嘛。不過我哋已經同校董會商討咗，今日呢個計劃嘅總金額上調至2萬蚊。咁開心做咩啊？如果有機會係俾內鬼得到嘅話，就2個人分晒嗰2萬蚊㗎啦。所以喺之後嘅審批遊戲，醒醒定定唔該。知道。你個自閉嗌多次口號，勁啲嘅。Sport Union。咁開始仲有2個半途，大家經過一輪遊戲之後點睇啊？你先啦。我咧成日靠相信冇用嘅，你要推論噶嘛。冇錯。咁我就推論咗2個人出嚟嘅，一個就係牛牛，一個就係 Dave，佢就比較 hea 啦今日。我撐你㗎。啱啱宣佈有你個錢罌裏邊有1萬蚊嘅。咩？我錢罌得2400蚊咋？哇！好醒啊！呢下幾醒，呢下跳得好快。總之你係好開心啊 feel 到你。我冇表現出嚟。仲有你。係。你屈我啦！你屈我冇解釋，就係覺得你好奇怪咯今日。係。我唔識講佢嗰個唔同啦，但係佢係有個感覺有啲唔同。我嘅後選下一個係牛牛。又係我可以。我可以解釋嘅，點解咧？我哋宣佈呢個金額嘅時候，因為射失而產生嘅金額高達10500蚊。你嘅反應有少少奇怪。好好氣喎！我嘅選擇係同哥頓一樣嘅，2個都。唔好嘈啦，我哋驗證時間開始。嚟緊每人有2票投俾懷疑嘅內鬼成員，最高票嗰2位需要進行驗證。驗證結果會發送到 Bosco 電話，信息會顯示冇內鬼或者有內鬼。請注意，就算顯示有內鬼，都可能係1個或者2個㗎。咦，咁一係我哋揾一個一定係好人，同埋當如果我哋懷疑 Dave，我哋擺佢入去，然後再揀個一定係好人嘅。邊個係一定係好人？我咯。係咪都知佢係衰定係唔 check 佢咧 ？firm 一個先。係咯 ，firm 咗先。因為呢個情況最點都係淨係 firm 到1個㗎咋，最多。你信錯人咧，係咪？你係咪信錯人？